祖传卤汤。哇，这啲哦好香哦，完全是冻蛋好味。香的。一啲貴族嘅韓肉要奶都有做啲講嗎？還以為煮啊，唔係煮係摸好啊。对啊，我也要他真的不會啦。袁子姐，我以前也是游泳校隊的哦，真的哦，你講摸㗎你，不知道？咁啲呢？我校隊的。甚至也是很會挖屎的啊。會仰視，就衰退的。他們在桌子上挖屎。哦，來先抓位哦。你看海葱係哪一點賣啊？姓周賣嘅。一開始就決定用竹輪，對那，台葱紅的咯。紅的啦，哦，還是第一有有關用完了。對，盡量不要重複。其他賣掉了。哎，其他改多呀？對啊，跟你說，好的廚師要有自己的工具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這是兵哥教的嗎？一定不是。一定不是。兵哥不知道嗎？哦，看到這個料哦，你有加一個靈魂嗎？我猜呼叫魂啊，蛇靈手牙片哦，這個一罐可能不夠。胡椒粉女王。牛狗還有牛哈狗，對。而且你們的是不是吃完了？你把自己的先吃完，有這麼好吃？還摸胸型哦。瓤嘞，均勻瓤嘞。哦，吃凍奶就唔會共發咧。哦，這個咧懂好吃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他就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。主，係中白票，一家之主就到4年的嘛。對，個地陪度要凍到係咬人，譬如講禮拜要以為凍後上是那度初訓獎項嘅人。哦，等到後上嘅來下比賽啊，都是阿兵哥學生，哎呦，而且都會得獎哎。嘿呀，不少兵哥跟我們的雪玲姐一樣，桃李滿天下。嘿呀，節目地度嘅廚師評審，佢哋全部唔單止好上嘅度，參加沒有當到機會做展現，佢哋嘅廚藝。以前嘅分享做嘅係阿曾之師傅，反正朋友太剛好。師傅哦，阿居師傅你還沒桃李滿天下呢，真的。遠到金門應該都有。我冇看到金門。他接下來就會子孫滿堂。早說都會放禮不有，今下還讓我來點過，那臭不捏哦，6桌滿桌呢，我總上班呀，阿司令劉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兩位主持人好。話所有分享到人哋風吹嘅潛水站風吹呢，阿婆同孫女叫下來哦，因為葉阿姨老耀陽分享。大家都看下藍色嘅片，回來是用另嘅朋友，呢啲阿姑撈5強下來，人事撈青梅的，分享。哇！你先問坤啊，風吹來自幸福呀，大 V 嘅係冇？誒，阿姨有推薦乜嘅菜體啊，好高好食好料嘅冇咧？定步共然哦，就春天走在捆運發，秋天可以看那個楓葉，還有觀景台可以打卡這樣。哇！誒，你喝咖啡講懂好誒。冇啦，阿兵哥都會搞你煮出來時就順沙搞喝咖啡冇？有一點點，會搞一些些。教。哦，啊你有同阿婆叫他一個日本公演嗎？冇時間呢。哦，啊你還要不要再給佢喺啊？讀書啊，拿去寫嘢讀下嘢。哦，耀陽係講海料腔，阿峰係講自然腔。佢呢個時間喺下，冇人會講啦，冇人會阿婆都會講啊，吼。所以你要好好，假使總在出國，沒走在洗到進步，你都跟日本共燃，那種拍一個相片說我來到日本哦，沒動口稿。對。但是用丁就加手材，聽說是一個挑戰性的加手材。龍鳳連營，龍鳳連營，所以有試過嗎？有哦，航洞遊。我聽說你們兩個有一個人黑龍江遊過，中國遊到俄羅斯，太厲害了吧！你係游泳健將哎。呢啲情景動線時，呢啲故事情景動作，等下好好來了解一下，好嗎？好，兩片的素材不講係新配日本公演，即係喺到永年也特別嘅龍鳳連營哦。我有人睇次嘅來到也特別來聊聊，唔過馬上出嚟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國家呢都帶出自家嘅秘密武器來嘅，你先來看一下風吹，一個係乜嘅呢？祖傳滷湯。
哇，春芽烏卡嘅嘿嘿，切下傳下來而家，傳下來按用嘅 B 房傳了幾多年呢，20-30年嘞。 ？30年呢？哎，這對哦，好香哦，哦，原來是凍定好味。香的，可以加王子面進去嗎？你去聽我皮一下，不愛皮一下。真的很香，幾番米呢？哎阿姐，假使因為穿過去哦，這個裡面秘方要跟我偷爆料2-3哦。我們以前我也開中藥店，我們香料是OK的。你這開香藥店嘛？哇，現在沒開了，就賣。這啲輩都會韓肉，要內底有做啲講嗎？俺以為會煮啊，唔係煮會冇好啊。對啊，他真的不會啦，他上去那香料。 30人種全部夾用下。哎，祖傳的，等一下我做料理嘅時候，真係請阿姨老太食好好嚟嘅時候，啊，唔過佢們要用呀祖傳糯米來做嘛個料理咧。五根腸旺，哎，五根腸旺，哎，很下飯呢。哎，對，很下飯，哎呀，五根腸旺凍少用滷湯來煮吧。有啊，那個味道啊。味道不一樣，味道不同樣啦。嗯，哎呀，哎，你聽那清水煮的，那煮一定好不一樣。用剛才就講啊。 30兩種我們韓肉，這已經累積了32年嘅實力，今天來拼個第一對啊小 case。而且後面還有兵哥的壓力。來，風吹有信心嗎？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五個藍水咪唔會少年咯，來看一下藍水今日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嘢？有松鼠，油蔥酥，自家做嘅，很厲害嘅油蔥酥，同埋嘅料理嘅材料按到客家炒米粉，客家炒米粉。來，炒米粉，好食炒米粉嘅朋友要服的。等下第一關嘅比賽，藍水有信心嗎？加油！用最最近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開始倒算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想開始咯。袁阿姨哦，我是做佢問猜啦，係啊，佢佢做按多年的功夫呢，而且哈，他沒有殺傷力，哎呦，他很像猜改阿婆，有哎呀，沒有真嘅啊！就像海松柏一發電時間，他跟阿婆多可愛，你知道我刷下線嗎？你看記得下次就順了做阿婆的款型。哎，對耶，對，阿婆你用皮蛋啊？啊，用皮要天數嘛，要比表天就好。那順內做嘛，該料理考的啦。很多都好樣都吃煮，很好吃，啊，其實細就懂好天數嗎？很喜歡吃的。真的就後來煮餐的，記得下幾多年生呢？高二而已。高二。高二而已嗎？高中之後就開始學煮菜係嘛？也係滾粥啊、滾餃子要開始。會煮啦，家下就冇人會煮，料下會煮咧。天第三都啊，煮兩三檔。好厲害！不像你都在玩扮家家酒。係啊，即係呢2年前開始個過年過節全部照本機。對，那兩次可以吃飯咧。真的？哇，等一下，我問一下當事者，你一開始做嘛會有興趣煮菜嘞？小時候家裡就是做吃的，就是都有接觸到。所以誰影響你最多呢？阿爸，爸爸哦，爸爸裡面有了，有，爸爸在那邊，哇啊，媽媽也是哈，哇，教得真好呢。爸爸媽媽感情很好哎，對我們也很少讓一個選手可以就站着看。哎呀今天我們是開放了啦，哎，高中2年生挺挺呢，很穩啊。對不然兵哥會派他來。那耀陽，你現在單身嗎？沒有非單身，非單身，阿婆買這種，阿公弟嗎？他就是去日本公園，他有去，你知道嗎？啊，這個5根腸旺，哎，等下我用嘅滷湯，哎，另外其他嘅食材阿婆讓佢少介紹下好嗎？哦，真正的好吃就是這個湯頭。好，哇！看我的大湯啦，所以佢皮料好咧之後，話你來煮嘛也係湯係機。他今天是評審啊。哦，人家同埋佢煮啊，冇煮咧啦。那冇實愛用阿婆，你跟我們去藍隊。好，我等下個轉來哦。好好好，拜拜好。來，好香哦！你看炒米粉你要再鋪掉吼，就是要慢慢煸。我覺得這跟袁師姐有關，因為他把海味帶回來了。黑龍江的海味嘛。他就是游泳游了30幾年。每年啊姐，一看資料講，你動物鐵山，你鐵水里海山係做嘉明湖改片哦。嗯，舟山黨誒，剛誒那你手機有看到嗎？有啊，有看到。有，可那是很幸運才看得到。係啊， 12月中以誒，有落仙，哇，凍醬誒。嘿，凍浪，那個肉是什麼肉？對，因為炒米粉可能你要切出應該去看過，但這個厲害了，誒，客家鹹豬肉，鹹豬肉哦，嘿，我嘅蛇木，叫做木重重嘅，讓人印象重重嘅。是
俺妈妈时间唔美，甜呢。我觉得他们这一道一定会很好吃。哎呀，等枪坤就等后吃的。袁师姐，我以前也是游泳校队的哦。真的哦。又想摸啥你？不知道？唔知呢，我校队的。甚至也是很会挖事的啊。不会仰视，是摔他们在跤的。桌子上挖事。哦，来先抓位哦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给我兜转来。哈，好。好，哎，这个卤汁伯谦，你可以拜托他给你打包。嘿呀，我做做生意，肉冻都冻也痛，冻都唔也痛，人咪好些啦。哇，哦，那要糯米黑做的吃的吗？可以做得啦，喝吗？人啊食得，小啊食得。真的，所以统家王子面是公侯学的。诶，错。它是可以喝喺汤的床卤上来啦，味，都有充满做得。因为给可拜给周婚又干，那个一定很注重嗯，里面的药材。你动重线啊哈。诶，那五根肠旺问下师傅来讲好咧，假使我用卤汤来煮啊，日本的五根肠旺用拌煮咧。很爱煮的方式做到两倍冇同样，我会蒜头、辣椒的大香呢，辣椒酱啊，茼咸出来炒香来，哦cái台葱啊又选 logo，哦，家没有 logo 啊，诶，没有萝卜。 logo，有选 logo 哎，它是他们家的招我牌。里头摸到去切了按油，我里头把它抬捆。耀阳，你吃这就是杨不凯糯米吃都胎吗？哎呀，招牌的是点哪一个食材呢？那几个还是豆腐干，哦，喜欢吃豆干。其实你看，给周吹他很注重细节，以前不用一些的，等一下不会有够椰给，嗯，他是很，我觉得阿斌哥周都搞得浓厚哎，哎呀，但有可能是他爸爸教的。哎，对，功劳还是六不阿爸，从你俩头出啊，看就对你五根肠旺又用头板椒，哎你也有用是吗？有用一点点去提那个味道而已。其他汉就买毛穷肉毛除了个卤味啊，卤味汤那个种係啦，睇倉啊，睇倉嗰啲肉味道全面都好食。特別煙椒湯因為甜睇倉頭，嗯，睇倉頭你會就全衝落炸倉頭都好食。哇，那个真的很好吃。啊，怎么个个阿翁啊，而且薄片，它太大块了，它其实也不好入口。那哦，如果我们切小块，它又容易煮到散散的，然后如果煮太久又容易硬硬的。老实讲，你还马杀高面，阿婆啊，好了，那我们这边差不多了哈好，准备得奖了哈。喂，謝謝。很香哦，哦，看到这个料哦，你有加一个灵魂吗？我猜不掉魂，而且它在这，它在这，哎呀，胡椒粉女王。听说是好，不好学个撕掉魂吗？还好哎，还好，但我跟你说，阿瑟琳多利亚片哈，这个一罐可能不够，太大了。哎，讲笑啦，看你一个，不看还没事啦，系啊，我家有讲诶，黑胡椒，嗯，嘿，什么时间该干到诶，嘿，有调味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一罐送给雪玲姐哈。哦，好，吃粗米粉还是细米粉？应该是粗的，粗的。这哦有直接加落去的，吼。哦，你地肥都会呛出来，除了清脆，是像还有其他的什么？嘿，有葱啊，冻豆，吃了吧？还是冻豆种。我要吃大大碗哎！你们都行住呀，倒闭哎，各位知道吗？蜜粉最有名，哎呀，新竹米粉有名的追酒酱风嘛，不受皮，等于是老拆机跟后车才点啊。秘密武器，灵魂来了，对，油葱酥，那要华丽转身再倒下去吗？没有会倒，不是，比较哇，好喜欢！哇，这个连伯谦都会煮了，哎呀，哎，很运动简单哎，但雪菜很容易取得，简单。哎，步骤没动简单，对，马上就做的跟全国第1名一样，都是那种台。对，不卡就甜不，哦，走在走才出来的，可是我建议用开一些碗，对，对，没错，还开一些饭。好好吃哦！宠哎，都懂一米了，它的老卤汁味道真的非常棒，这不能沾掉。你们都行住呀，倒闭耶，各位知道吗？蜜粉最有名，哎呀，新竹米粉有名的追酒酱风嘛，不受皮，等于是老拆 T 跟后色彩点啊。秘密武器，灵魂来了，对，油葱酥，那要华丽转身再倒下去吗？不用会不用不是，比较哇，好喜欢这样，嘿，这一步很重要，走得好，挂不给抢离，嘿，没听懂那是？哎呀，我改演习句后，好，那这样我们去倒数喽。好，仙草马松和是都酸10、 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
耶！时间到，马上出来知识困难第一关地图，乃木开料理卡3道喽。讲真，今天第一关就非常刺激了，因为两族啊拿出来的秘密武器都是有好几十年的历史的哈。好，来试试看那风吹这个成年老卤汁露出来这个5根长网，试试看呐。唔会。哇，皮起來個梅頭撈我會自己摸埋強壯呢。好好吃哦！葱哎，肉都懂一米个，它的老卤汁味道真的非常棒，师傅呢沾掉，而且呢，给刚刚调味料啊吼，切的大小又差不多一样，米头又加浓厚，你个葱的浓厚身呢？哦，是啊，哦，给肉几久呀？要1个多钟头， 1点lang，因为那黑猪的比较难卤，不是白猪。來失去幾個我送份機出來，阿兵哥，你真的有壓力了，為什麼好選呢？真的，一長17歲係嗎？哎， 17歲，越上映咗，阿婆是款婷婷哦。係啊，更厲害，更厲害耶！至於該係阿婆做的，就是那個成年老卤汁，对，因為那個目前有傳給你嗎？正在傳，哦，对，所以还在學，你說裡面还在學。都厲害，阿曼強，但是應該沒有我們的炒米粉厲害了哈。嗯，啱啲嘢試試看。好，日日你幾款哦？客家炒米粉，好好吃哦！哇！你下吐出來咩？阿邊講也壓力嘞，係寫定阿姐撈選子師傅壓力嘞，好好吃。我觉得它是像是升级版的炒米粉。嗯，你可以给鹹豬肉，鹹豬肉本身就做浓厚，然后给它油同一种米，而且呢，我喜欢吃湿的，它比较湿润型的炒米粉，唔会干怪，浓厚是它爆香的那种味道都有把它很完美的爆出有来，比豆哦。对，它的香味非常的棒。这个我要续盘哦，太好吃了。睇到民主嘅想法係強壯，等一下哈，剩下來嘅魔音做在選。哎，我已经先讲，我已经先讲了，哦，是不是？那分一口給我。可以。可以可以。我寫是直接選的好粗掉的米粉的去掉，這種假裝來選那種米粉湯哈豆，就是什麼油豆腐啊那種。哇，提着白水哦，那會炒，沒動火選呢，怎麼那麼厲害啦？唔係，唔是強氣，等下會打分數誒，到時間按我一下。好，做得啦，唔會強啦。嗯，那個阿妹做嘅鹹豬肉味加凍豆腐，QQ 誒，很好吃，很 juicy。還不錯。那袁師姐覺得呢？很好吃啊，比這個更好吃。哎呦，火肉味出來了，因為家下食個風水豬後上個哈南水用夾沙咯，結果食落去之後，哈哈，讓免動態，我倒帶4副營養版拼盤呢，給來看哦。店長的時間馬上到哎，而且剛剛呢，時代哈師傅沒講，他們2家哈直接就可以點點啦。哎，套餐啦哈。對，從頭開到尾都做在勝利慶賀，來3次師傅搶本書。好，恭喜師傅！你下看一下，鐵定師傅搶本書。哦，3副3次師傅搶公平。哦，真嘅，董好吃，俺會本了解鳳腿呢，而家每套很有層次，有個中藥嘅香味哦，辣吐出來了後呢，哦麻，完之後呢還有個蒜大蒜嘅香氣，哦吃到俺就唔會講法咧。真嘅，哦真嘅都董好吃，南腿兩片呢，哦俺親手吃到按太條嘅米粉，唔過你懂有入味，有個香菇啊、蒜頭啊、下邊啊，還有種種米頭，真嘅非常好吃。哎呀，我看見了發動作時間白用啊，熱情難用。好，阿鐵定師傅，老大家來共聽一下。兩水煮咧是當紅色啦，咱水呢米是有當紅，我看到中央嘅客到啊，結果樣食藥唔係下嘛。啊，風水我冇半分數係因為我知道爛米我就從沖一啲啲咧啦。哦，你太講實在的嘛。我當間實在咧嘢啊，做緊咱米老人嘅中藥嘅香米。我家批到人嘅香米是最好嘅，冇不用用辣卤汁啊，真係當沾對哦。阿婆做嘅32年的呢，那卤汁才是真的是重點。好，兩廚都個個得到1分，真見哦，兩廚出都本人啲師傅哦，我腦都得唔得？唔過馬上你來看一下謝林師傅，我來出菜菜咯。日日出菜菜。耶！謝林師傅呢，
一出场马上就有猪台菜哦。菜名都嘛该苦尽甘来。哇，重音正重咗。好，先来看看苦瓜。因为俺谁渣啊？你看苦瓜每家季节，不要那么苦啦。哎，好，你看苦瓜那。对，还先收给这个最厉害的。你看土建哟，玉米鸡啦，这个是泡出来这个客家的福菜。娃娃菜爱弟。娃娃菜可以用大白菜。哦，所以今天走都是精致小巧路线啊。不是，这个是台菜呢。哦，没小小路线哦。哎，你不都 normal？ 哦，我给你破梗了哈。哎。让它破梗哎，有问题做得问哦。对啊，你看苦瓜，你看每个季节，所以我刮下含弄，刮下喷对不？好像在刮痧。对，要刮一很远了哈。对，它等一下会比较那个出痧，不是好处理啦。我做嘛个用拍色个？用拍色的去等下，你夹皮落色下酱。哦。切块，切一块一块嘞。所以你要透出来按到苦尽甘来。是的，苦甘的。所以等一下甘的部分，扑出来。哦。来，你要滚的哈。滚的。你要推筒哦。我用推筒来煮筒机啊。这也是玉米鸡耶。玉米鸡的推筒。你有啃皮类吗？冇，等去筒一下下。所以唔是等去滚是做得落去的哈。哎呦，等去滚，因为佢等用蒸，比熟头啦，我就捞过去，等会还夹啊。你要做的先正，先弄，哦，给嘛该？你要黑高汤，哦，变这也是高汤哦，这是高汤，不是要出来煮汤哦，半桶水安尼，做的用微煮的方式，人家泡出来用法还有寸的，我想讲酱汤，这一些宽一点点酱汤汤，哦，所以你要苦尽甘来上去泡。用脆的，用卷的，用蒸的，叫做浸浸。啊，未做得煮菜的，做乜不用肉？做得煮菜不用一点香菇，安尼。哦。佢适合米是冻好，等一下你苦瓜比烫头心落哈。好。等下蒸啊，伊就下夹。咸肉唔是扁扁啊吗？唔是，咸肉唔是扁，咸肉咪烫啊个熟的，当倒落去看下。哦。他们是先入口哈。唔是。原言记，听讲一下想要出出有做过嘛？嗰啲菜啱差唔煮啊，冇啦。哦，鋪菜要啦，鋪菜愛煮啊。做3天用咪做咧。那擺吼3天用那煮了落去，冰落去，它那好食。你在生煮啲嘅，伊會有一隻甜味。你行嘅菜就鋪菜做3天用。愛煮冇同樣，愛煮切泡泡。泡泡。煎擦擦。泡泡。鹹湯咗咧。煮時間那個唔做咧，這樣冇營養。用苦瓜了，用香苦瓜来奉献。那问那个年轻啊，要阳我有处理苦瓜。对啊，我自己是没有试过这样子的那个组合。对，所以你都做什么苦瓜料理好多哎？汉卵金沙的苦瓜。可是呀，算是煮米吗？系啊，你系用炖一锅汤。我天天煲。系，天天炖。搞煲几久啊？不是啦，你按今日呀有熟煮实在，也有熟跟米稀煮出来呀。一般来讲，煲几久？煲有半点钟，一比个电锅的一杯水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可能10锅就好了哈。哎，你要10锅一下就熟了呀，都是鸡腿肉。嫩哦，这很嫩，这不会老。土鸡哦，这是玉米鸡。哦，玉米鸡哦。所以这一道大菜，应该讲很容易料理。对。哎呀，你就不用添那个整，你就不是嘎费时啊。哎呀，最主要调味就系调味铺出来，那个你要透出来哦，全部用到豆二部分全部挂进去。对，好啦，切条啦，切条。这个市场老板娘挑讲用我让你吃好啊。哦，系啦。系啊。蒸一下就做得。唔系讲我半点钟。唔是按叫啦，又蒸多煮又熟就做得啦。我个要滚呢，你看到吗？要不用记得。哇。而且充电可以用皮汤。系啊。所以真的都是原汁原味呢。cái地杯都会喊每次就该泡菜甜。对，等下还来调味啦。你加到安内还会挑梅。还有娃娃菜哦。我还有娃娃菜，我娃娃菜同熟咧，就放落去啊。娃娃菜。等下标上面点点。哦，这就挑切开来甜。挑切开来甜甜，细个的安尼。同样就好咧。对，同样就好。伊唔可以用肉未做得，就用高汤去煮就清清安尼。如果你按盐唔是按油啊，去做得炖下清掉的。用配汤那个油啊，撩起来就做得啦。上，油唔可以用落去啊。
一般来讲，苦瓜排骨汤，比较少这样做。你这样子放这个味道下去，味道很好。冻天吗？冻天。只是我就是怕放不下去。不会放不下了，等一下有可能展现创意，该呛出来表孙吼。还是全部盖上面？对，盖上面。是我们之前烫东西通常都是用清水，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高汤，它都把那个精华都把它吸进去。甜度更甜了。哇，这个连薄芡都会煮了。嘿啊，已经冻简单没？对。所以观众朋友看到两片地，那食材很容易取得。简单。那步骤没冻简单。对，马上就做的跟全国第1名一样。做出来有台。做一波卡就甜风。所以做才出来的。可是我建议用开一些碗。对，没错，还开一些碗。我也建议娃娃菜莫然豆。像这个娃娃菜基本上做在上圈嘛。做唔得，你种做唔得。所以就听我。汤米调来，你做得，你又熟的啦，你应该做得了。我觉得这个汤底我会比较喜欢。不会啦，这个也很好吃呢。你看，因为它苦瓜安豆呢。那你做比较方便。来放去酱。果然果节咯，每次按油，你就用呛水烫来做得。清水，冇按甜啦。可是开呢咸的就冻酱。哎呀，冇怪之前我用白色嘅苦瓜。绿色的一正义的木酱。也会被娃娃菜给写不。绿色一正义的木酱哦。好服。这样也好服。按你就完成了，就做得。调味。甚至没有什么可以烤得了它的。哇，赞！哇，挑梅是最美哈。豆喜欢爱长调味。我也听懂后生。要盖油暗豆哦，等一下就听我冻烧哦，大家要小心哦。对，抬高声音对不对？洗澡最舒服就是这样。真的吗？他这事件的正下球对位会很好。这道菜最难的就是美感的培养。它就同样。整个。哇！来有本太厉害，苦尽甘来，按钮就好些喽。你要台冲系哪一天卖啊？进州卖的。一开始就决定用竹轮，对。那台冲懂得了，懂得了，不好用还是第一关用完了。对，尽量不要重复。其他卖掉了。你家改落呀？对啊。跟你说，好的厨师要有自己的工具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这是兵哥教的吗？一定不是。一定不是。兵哥不知道吗？苦尽甘來，最終完成供用。睇次下，供下來片上看下咯。韓國人呢下款嘅苦瓜全部係調的哦，這個湯頭很搭，對不對？很好喝。我講兩字吼，最公正的，一苦瓜整啲唔會苦，同樣嘅配套用下去咯。因為嘅配套係土雞、玉米雞，所以非常嘅甜好食。就係講我嘅雞皮糖煲定泡菜啊，本身就係泡菜糖係當好食，當乾，當乾哈。娃娃菜，它把精華都吸進去裡面，非常的好吃。很好吃哦，這個娃娃菜真的不用太多的喂。雪英姐，下一次這道菜做的用泰煲來煮嗎？做的啦。煮你大概煮嘅有冇竹筍糖嗰種泰煲來煮？對，這高湯真好吃。對，高湯很讚，真的。你下地位都所有的東西全部凍離開，你講泡菜凍離開，配套凍離開，還有土雞有冇凍離開？當簡單，其實跟雪玲姐最尾面都會攞一些鹽調味添添，不卡一下就做煲泰煲湯，太乾淨就做窮下食，要出出呢做人都苦盡甘來。唔過頭前一畢業，馬上出嚟進行最分米館嘅挑戰。百變料理網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關唔但將係比美食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內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，一家之主，人哋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你喺第一步嘅東西先講哦，小朋友嘗到我有啲驚哦。真的嗎？不一定吧。不過我唔係小朋友，我係最後生。你係老朋友啊？老朋友部分。好，
早早打开了看，到底买东西咧，就系两角条，哦，你我有做牙条，我超爱，是不是？我超爱赶快好朋友而。且有的人啊，这已经是大家都知道了，其他泡到水烘哦，有人还讲有一点血糖问题的话，给我抖死两个。哎呦，很多人都这样做，对。到挨不卡挨先讲，挨先讲出来，等下师傅同你讲哦。好，就系通过之后，分解后油过佬蒜头麦。我们不会跟你讲这么简单的料理。你相不相信看一下阿 G？ 通一下怎样？吼，你啊，我要帮你通过，低度该字呢，都得做该宰车，低度该鱼子酱，因为会哔哔啵啵。哇，嘿呢嘿呢，好有创意哦！好的呢，好的。但是调味呢？调味就老一说是然后就会含就做的。就是鱼子酱啊，像海味这样，咸味这样，哦，厉害咯！你番茄捞个构图赖都安够嘞，票玲姐，我会用通过的方式是清川烫的文瓦萨比。你应该先问雪玲姐。夫情感都要好。不过我会把它拿来做那个串烤。啊，他们东红选。串烤没有东后生来，不过你第一名，你那个最厉害。到底一個兩角條運用嘅簡易創意來變化料理呢？馬上就有進行最不迷館嘅挑戰。觀眾朋友，你哋想好嘛咧？一個牙條到底運用變化料理，風吹請教一下菜名都嘛該？金光閃閃，哇！金光閃閃，看起來都有後裔耶。這個名字就是取得好，大師這樣會取，像是苦盡甘來啊。係啊。金光閃閃，湯唔是都帶馬料理嚟挺厲害。好，最不迷館咯。有信心嗎？有，嗰啲係金光閃閃，不過冷水嘅一片都厲害咯。好，今日我哋對每一關帶來嘅菜名，按到乜嘅咧？兩角條釀蝦膏，兩角條釀蝦膏，咩等陣朝廷還釀蝦膏，很費工，考驗一個做菜技巧料理。等下對每一關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亮起來後，馬上開始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，搶開始咯！大半夜喺放到那個滷汁裡面有沒有？哎呀，點那個滷味啊，Q 下色就很滷味美酒哦。有啊有啊，可是你知道嗎？兩角條哦，佢當為本椰公熬，因為它的甜分很高，就是你都中的時間，東椰公好是很棒的蔬菜。哦，真的哦。對。好，來看一下。哦，嫩係冇？哇，金光閃閃。你睇台窗係哪一片賣啊？姓朱賣嘅台窗。慢影送出來啊！慢影送出來。蹲着，耀陽，來，耀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這道菜的想法。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討厭秋葵的一個人。哦。然後因為金沙是我自己最喜歡、最容易接受的料理方法。對，所以我用竹輪去包裹那個秋葵的味道，這樣它的味道沒有那麼的明顯，然後再加上金沙的香味去掩蓋秋葵的那種感覺。這樣我就敢吃了。還很懂啦哦，可是要養一個問題，姐姐強調一下，因為切開了，這樣它牙牙的就會被散掉。不會不會，呢種你竹輪吼，係就可以是用講用竹輪下好，然後你試過其他的食材，一開始就決定用竹輪。對，那台窗怎麼的了？怎麼的了？不好用哦，還是第一關用完了。對，盡量不要重複。其他賣掉了。他們都會選 Q 它的用嘛？這個是嘛該？那個是香油。香油。對，我今天炒金沙的部分，我是用香油去炒。哦。那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哦。真的哦，只能最後一個。我說在切完之前的最後一個。哈。對，你們的台內高來做嘛該？這個是用來做盤飾的部分。哦，注意到細節。其實還好，我看幾張高中生，對呀，你年生，你做出來很純熟了。你對過中的時間就從，差不多，也是很優秀。大師都這樣。那你高中的時間咧，先年紀？高中的時間，差唔多17歲間多誒。2月左右就出來拍照啊。哦，真功夫，真的哦，從基層開始做起。我老吉他誰來攤練跑呀？我天天都在看。所以你都要等下嘅喊亂，我又買個空調哦。我覺得這樣好不好？因為打給之後金沙是很重要的。我們先過去，好，大家多出來，馬上來看金沙用來炒，好冇？好，等我們一下，好。這個是自己現切的呢。對啊。應該狂有東西那跳下太個豆的，豆。袁師姐，你是不是
接上都会送给工程的时候，就是在做料理这种慢条斯理的过程当中，应该是吧？像蛙式的心机天天也还有去比赛，有去比赛吗？长泳，就是长泳，只要完成就好了。哦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是要做虾丸吗？我深深的怀疑美玲，你有没有开小吃店？没有，你看起来像有，我没有哎，那很厉害，很像是那个阿兰面店。因为应该取的吼，它有很多每某嘛这些吼去冻煮泥，譬如讲，伊个哈贡哦，某种的那个就是食料机还是什么，某种奶啊，伊迄种豆是刚刚用甜切。等一下，我用用剪的呀，还用剖的？没有，对啊，剖开来，在地堡有讲诶。我老实说，我提去摆团头就按地下个两公条那了喏。其实它的两公条发某种品种。不一样品种，有白色那一种吗？对不对？而且就丰盛。你们有特别挑什么品种吗？挑大只一点。等一下，那个籽要拿去做鱼子酱吗？这里，它放进虾仁里面。摩打松哦。嘿，摩打松。一般迄种那个辣椒的风干肉，啊，而迄种该用公条来做。哦，很有创意哦。所以这个该虾浆的口感嘛，等一下是皮肉会比薄薄啊。先放去皮料一下，因为等一下个重量系到叫娘的铺。而且我发现，从头到尾就是我们俩太吵了。实验室猛跟恐怖。实验室等级的，高级。哎，它那个金沙好漂亮。哎，天哦，是鹅黄色的。对啊，我怎么改？跟地本卤蛋肠是去软风瓶哈。蛋黄跟蛋白。哦，有比例吗？对，它就是你整颗咸蛋，你挖出的咸蛋黄跟咸蛋白都可以放一起，没关系。哦，那你差点学动物学，咱们那里来做一些啦，很好吃的。有种后生哈。跟你这个时候要放你的祖传卤味吗？卤汁不用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因为有金沙的鼻头哎，我好期待看哦。哦，你要不要就先不要做手工艺，可以表演炒金沙部分给我们看？那个要先等竹轮，要先烫好。哦，这个注意下。这个竹轮本蛋係熟嘅哈，係。哎，我以为给熟哎。大家该下如果冇想到就用竹轮啊哈，冇想到。你现在要做的花，该不会是油桐花吧？没有，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盘饰而已。哎，好厉害，吉东 C 型，你是不是金牛座？就是啊。哇，你总算就写白穿错的，哇，这一段一定要写哇，好准，我真的好准哦，我很准。你确定那个他会重播之前猜错的话？真的这个剪破口好不好？我真的很难得，很久没那么准，1/12，很久没那么准。哎，你起价逮落呀？对啊。跟你说，好的厨师要有自己的工具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对。这是兵哥教的吗？一定不是。一定不是，一定就不知道吗？因为这一道用金沙用香油来炒，嘿，爸爸呀妈妈，这是师傅教的。你是说胖胖是阿兵哥，会怕师傅今天看到这一集吗？他没空看，他连他自己都没有看。所以炒个金沙就买有创意吗？蒜头好总在调台啊。哦，那酸条那就不用。要等它有那个泡泡的时候，起泡泡，对，炒一下有泡泡的时候再把它放下去。因为这一道菜是耀阳最爱吃的菜，他一定会做得非常好。哎呀，咱个金沙的油是听话下豆豆啦吼。哎呀，阿婆，你试过耀阳做的金沙吗？有啊，有哈。他做金沙虾也很好吃啊。哇，金沙虾！哎，如果我生一个儿子，高中就开始煮饭给我吃，我觉得我中乐透。你看爸爸妈妈两下子都退休了哦。对啊，过年直接都给煮呢。你看爸爸妈妈真的在退休，他们在玩宝可梦了。家里就还有兄弟姐妹吗？有一个老母呀。有哥哥那么会煮，家里就不用再有会煮。就算有兴趣哦，不要煮，不要煮。我没兴趣的，我的兴趣是吃。一下就落去了哦。哎呀，这个其实蛮快的。可是会挑咪吗？不是哎。它咸蛋本身的咸味就有拉哈吗？有拉哈嘛哈，好，那就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对。把米里亚口锤去做的好哈，我封你为咸蛋超人。好，加酒就好了哈。对。可是哇，哎，这个是在烧烤店吗？这个太费工了吧？这是做实验吧？牛骨还有牛哈骨，来。而且你们的是不是吃完了？我们你把自己的先吃完，有这么好吃？
咱摸上心哦。张嘞，紧张嘞。哦，吃冻奶就唔會共發咧。哦，這個都懂好吃。刚你俩口水去说的好吼，我封你为咸蛋超人。好，尬 feel 就好嘞了哈。对。还是哇，哎，这个是在烧烤店吗？这个太费工了吧？这是做实验吧？这要配 sake 吧？跟两个挑去本身啊，雪吹的本身是黏黏的。你看它加片梨粉，这个是有另外加落盐的吗？嘿，加落盐。我要先调姜黑吗？嘿，其实两个挑去本身的这种金钟薯啊、冻河，比如讲大家做啲嘢就顾肠胃嘛。韩国啲过多钙质啊，非常好。有热的那是牛奶啊会爆皮啊，它会胀气的朋友昨天学个两个挑的真的哦，钙质。你要摆盘摆后里面都摆多点了。哎，那这样我们就差不多要倒数嘞，哈。好，要盘翅了，好来。烟草马上开始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知识困难最背面关用两个头变出料理来做较占的咯。好，马上做吧，两个头哦，记住得做按钮目标的偏法。我们先来吃看你讽刺下嘅係甜講入唔入啊？嚟試試看啊！哦，非常扎实，非常慢焦的口感，因為跟我過係 Q Q 嘅，那地北多，兩個挑斜斜，非常好吃。而且重點是，給個金沙米都調到肚厚。有的時候吃金沙，你會很害怕有沒有過鹹，它的不會，而且我覺得給個กุ้ง啊，懂 U， 每一個都切得細細的，所以它整個是包覆的非常剛好。耀陽覺得呢？那个该炒出来的香气都有把它炒出来。但是我觉得真正厉害的是什么？该完全展现的你两个头，该引导那口味，结果你是两头两个头用下讲，来。而且你们的是不是吃完了？你把自己的先吃完，有这么好吃？还摸熊心哦。而且颜色很漂亮哎，有点炙烧的感觉。让嘞，真紧张嘞。因为你保持了个两个头的口感，它是主角嘛。那地北都的虾กุ้店都是正价的凤梅。它里面的那个虾กุ้有冇？虾กุ้酱啊，哈。你这边调味都调得懂后，很鲜，很鲜甜。我觉得它的那个酱汁调的味道都跟它的料理是非常没有违和感的。有看得出来它工很细吗？有老弟对啊，哔哔啵啵的，过来叶吃了过后，又再一次啊，也不用多专业，很好吃。因为讲两组吼都是用海产的凤梅啊，一个是竹轮，然后一个是这个虾กุ้。来你做的两种哦，它的海味摸 cam 狗两个头，店都是展现它的这个风味很好吃呢。我都在4副营养版评分呢，也给了看哦。很紧张哦，因为两组的米头呢都是分散的，打破的太起家一般对亚头的影响。好，甚至是不上好势吼，抢分数。好，拍纯水每月份6064分，抢分数，蓝水甚至师傅抢公平。其实两组呢都做得懂好吃。那两位本地啊凤腿呢，其实比较多个层次，有圆啊，有切，有个软嫩的那种口感。金沙呢炒到每头嘛懂好。不过有一个小小建议，都得有用较多一丝丝的本地啊金沙炒到有点起泡，用不用下去呢，底度有较多跟每头会吸得进去蓝皮两片呢整件两个体做得较太早。整件就会较多嘅口感，不过食到脆的，当像个剥皮辣椒那种感觉，整件都好吃。刘师傅关于了公平，两嘴拢煮咧当好食啦。今年嘅主题系两角头，风水嘅两角头，食起来系完全半个竹轮甜甜的，
去用金沙炒唔会差，无老主人知道伊多创意的法，可能就会下优势。主人占了两国头的比例下高，你看咱水的那个虾牛啊，安尼倒的搭配调配的味道，真的是味道调配当好。米是当家啊，两国头有呈现到两国头几条的，会合台挑的两国头的节奏很啊完美。好，新闻音，新闻音。两组都表现到动站到对体管开始呢，实力就十分相当诶，马上就要颁奖喽！耶！其实哦，对体管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说，俩一些可能难比嘞，因为两组一个用考好家嘅精神，一个呢，你看阿婆同孙女用下来，孙女又按有才情，果然。今天呢，两组都会大头苗，希望恭喜风吹得到前人员的假吹机。恭喜恭喜！昨天转几本阿炳师傅教台咧。好，看下咱这里阿片的是大头苗，2800块的假吹机。好，现在我们一看女一季哈，要把这同时呢 Q 下来啊，到毕业比赛替拜送天师哈。哎，佢嘅心情用辦，老太下分享一下好冇？好歡喜啊！有個機會幫我孫嚟學乖啊！你孫你很強。阿來之前會緊張冇？唔會啊，唔會緊張。係啊，有機會都會來。係啊，個脾氣起啊，當拜啊好，要讓叫那比賽你就聽聽佢，好冇？好啊。哦，謝謝。耀陽這一次，我覺得他真的很。给周吹很稳重，有没有？雪英姐已經有一種看中他了，真的。其實應該還冇逢門機之前哦，我真的不知道佢係夠重線、語言線聽聽。對他真的很厲害，很成熟啊。耀陽這一次參加比賽，也是你自己想來的嘛，對不對？對。鬼夜心情有用來編發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體育版上節目嘅動緊重啊，越後又記配哦。再來一次吧。對，可是耀陽你會發現他是講話緊張，他做菜一點都不緊張。因為佢平時已經上節目，全部係講自己係我動緊張，所以你未愛講，其實唔愛緊張。沒啦，給他搞發動啲驚呼動中案呢，不過他做菜真的非常有創意。有意。已經動場嘅後生已經好，不過吼，還好厲害嘅是呢兩位。雖然吼冇講硬到位，冇大家全看得出來哦，呢個做出來跟嚴謹專注的態度，僅僅有科學家的感覺。第一擺參加比較重嘅節目，用運動，真的很歡迎你們，恭喜你們。什麼嘢？好，咁乜嘢呢？係一個同貼片嘅組合做的有一些節目，真係當精彩，你會發現到，突出料理生而用心嘅話。而真正做的變出你本來想唔到嘅創意哦。係啊，無論你係演技係哪一種吼，就算係後生音，就算係視傳音，全做得分享也不怕嘅好美水哦。希望你做得來到節目當中分享也不怕幸福嘅日常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